行政院今日就地方首长透露分配款的问题，讲到计算公职错误，到阳台后用立法院就要负责解决。也进前派几来只无人机入侵波兰的领空，即阵北约是宣布要来加强东亚的防卫能力。 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9月13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张曼婷。中国的海警船10日出现伫咧东沙岛附近，按算是要驶入去咱的海这水域，所以咱的海巡出动甲赶走。就军事专家提醒讲，中国这款起步空的行为，伫因10月初一国庆进前，恐惊是会愈来愈多。呼叫中国海警3要动幺。 你未经许可进入我方水域。11透早6点多，咱个东沙岛东北方20倍海里的所在，发现中国海警船研判对方想要驶向咱管的水域，海巡署派出台南舰，将因赶走兼监控。中国海警船近年频繁在南海、印太海域对邻国进行挑衅、侵权行动，影响区域的安全稳定，又持续透过灰色地带策略侵扰。海巡署将持续派遣 舰船戍守东沙海域。今年1月到达，海巡署伫东沙水域赶走中国贵界船渔船146只厝，也扣留11只小船。最近中国海警船愈来愈接侵扰，共专家认为，甲中国特别国庆有关系。在未来到10月1号之前，很可能中国的解放军的海军或说海警都会做出更加过分的一些举措包括他们可能在10月1号前可能还有会举行演习。 专家表示，中国海警恐惊是借伫四边海峡进行渔民炸击这种理由来做模糊地带的作战，加上东沙海峡离台湾的航程较远，海上执法的时较易出现问题。建议海巡署甲中国海警对峙时，加强录影来收集证据，安尼伫国际社会在做证明，也是出现争议的时，会当正做一个根据。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面对新版的财违法统筹分配款的争议，行政院今仔日是招立伫个县市的首长来协商，希望会当解决计算的公式错误、事权分配、有都市甲庄卡差距的问题。会后，杜阳台是表示，这财违法应该爱全面检讨修正，毋过嘛强调，这计算的公式错误这部分，立法院就爱勇敢面对，负责解决。 带来规工，全台湾22个县市首长来到行政院，针对新版的财违法争议，做伙参详解决方案。因若进前才带10个月南北县市首长表达立场的地中市长罗秀燕，会前指出，一定要抢救变少的统筹分配税款。 我希望能够获得圆满的解决，把我们至少被砍的250亿能够抢救回来，而不是白跑一趟。我很希望中央能够清楚地说明并且确认。 是不是就一纸公文，将大幅删减地方政府捷运建设的补助经费？台北市长蒋万安是补办台北市计划型补助款当中的捷运建设补助经费，红台减650亿。南部立营县市长是重点放伫统筹分配税款法条当中，公式有唔对，各分配无平均，呼吁立法院搁再修法，互各县市会当平衡法律。 如果立法院再这样下去的话，我们不排除南部的县市首长应该串联起来，一起来跟立法院做最沉重的抗议跟争取。那今天来，我好不容易也碰到蒋市长，那也碰到其他县市的这个市长，那我真的要这个拜托这个大家真的是要。 将心比心。根据主计总处的资料，按照新版的财违法，明年度统筹分配税款增加的排名，前4名是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甲台中市拢有超过100亿。不过后壁的嘉义市、金门县、平湖县、连江县，敢若10位数，也是个位数。行政院长杜英台讲，参与会议的首长普遍认为，财违法应该个全部检讨修正。行政院提出版本，不过强调公序错误的部分要由立法院负责。行政院没有任何立场。 就针对错误这个部分，我们做任何的动作，唯有的立法院要对他自己造成的错误向国人负责。那行政院未来提出全盘的新的再修正财法法的时候，必须达到均衡台湾的目的，这样来做设算。杜永台表示，未来修法一定爱符合平行城乡原则，也一定会甲各县市好好讨论了后达成共识，安尼才会当定出一套久长的计策。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前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哲最近才拄交保，不过北检提起控告，讲伊嘛伫咧12撤销裁定。目前有计9月15，北院就要重开羁押庭。
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就表示，这2天会阁好好来和律师团交换意见。前民众党主席郭文铁牵涉假化涉案，封关大约1年，进前以7000万块交保。等于是5天，郭文铁太太陈佩琪发文讲，只要生活慢慢回归正常，不过因感觉郭文铁想代志变较慢，行路时脚头好袂使，双脚无力，更加会惊到的是脚床配出现2个真大空隙。佩琪医师早上的发言，我相信大家看了，心里都很难过。那因为礼拜1的时候就要开庭了，那这2天可能比较重要的事情是让主席能够静下心来，那跟他的律师团交换意见。那我们这边从昨天开始也持续的跟律师团针对有关于撤销法会的理由，我们有密切的保持联系。北检控告成功，故意撤销原交保裁定，发回办议竞裁。民众党感觉非常遗憾，并且认为这个民进党台北市议员陈义君所开设贪污案差真多，而且标准无同。民党面对所有的司法案件，皆是秉持着勿枉勿纵，而且尊重司法的态度。那我们在此也呼吁当事人都能够诚实面对。高院指出，要真侪证人也未互相信问，原来裁定认为郭文铁甲尹晓薇灭证散证的可行性甲可能性已经大幅降低，有前后斗不起来，也有理由无够完备不当。在你撤销原交保裁定，发回办议竞裁。9月15早起10点开归亚庭。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国际消息，罗西亚有几来只无人机进前入侵波兰的领空，苏当时这北约嘛有派防空部队甲拍落来，而且这已经毋是头一届有北约的成员国来指控罗西亚侵犯领空，所以北约即马是宣布要来加强东欧的防卫能力。因为美国这边是强调会继续甲欧洲的盟友徛做伙。罗西亚10月这无人机进前侵入波兰领空，引发波兰军方甲北约组织防空部队甲部分无人机拍落来。是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了后，头一摆有北约成员向罗西亚无人机开火。加上罗马尼亚甲拉脱维亚伫即摆司法进程也捌指控罗西亚无人机侵犯领空。和北约秘书长吕特在日宣布，北约会加强东欧的防卫能力。And today, General Ginkovic and I are here to announce that NATO is launching Eastern Sentry to bolster our posture even further along our eastern flank. This military activity will commence in the coming days and will involve a range of assets from allies including Denmark, France, United Kingdom, Germany and others. 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同时也是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将军讲，当伊小兵注重伫另外免制度，用伫需要时间地点，提供更加有针对性的威胁甲防卫。吕特补充，这行动毋但包含传统的军事能力，也对无人机部署专门的应对说法。另外，伫同一天，美国甲欧洲各国代表也伫联合国会议发表联合声明，指责罗西亚违反国际法甲联合国宪章，也强调美国会甲北约盟友徛做伙。The United States stands by our NATO allies in the face of these alarming airspace violations. We will defend every inch of NATO territory. These actions show immense disrespect for good faith U.S. efforts to bring an end to this conflict. 对此，罗西亚驻联合国大使涅班基亚搁再提出辩解，讲伫波兰境内无被设定的攻击目标，罗西亚无人机上弹射程无超过700公里，无可能到波兰的领土。那波兰希望缓解紧张局势，毋是激化紧张，罗西亚也愿意甲波兰展开对话。国际新闻陈时东编译。镜头转来到咱国内，这台北市的公馆圆环因为常常有交通事故，所以市府决定要拆掉。今仔日已经动工，民众就烦恼讲，这上下班时间可能是会造成大塞车。因若仁爱甲警方问这2个圆环敢有要拆呢？交通局是讲会阁评估当地车祸的状况和原因，再过来看要安怎处理。汽车、机车来来去去，就算毋是工作日，公馆的圆环四边的交通犹原车真多。台北市府9月13开始，施工拆掉公馆的圆环拆除甲交通改善的工程是全面启动。这个交通路线常常面对真严格的考验。当然啦，公车都是地下道的本来就不能拆的。阮是住在迄边我唔知讲这拆这唔知有啥物路用，我嘛看无。会，因为现在车是明显真的是比平常上班日少很多，但就是看礼拜一的状况会怎么样，我会就是可能会改其他路线去来台北市这样子。
有民众坦白讲，半夜上班迄天确实是烦恼车流的状况，因为代表市府决定拆掉公馆的圆环仔，加公车地下道屯平。对市府决策不满的国民团体、学生团体，还有当地居民，伫12暗时也去圆环仔的四边进行镇静甲抗议，也求布条啊。公馆的圆环仔就要变做历史，仁爱甲景福门圆环仔敢要拆，也引起讨论。交通局指出，会按照事故的冲突地点来重新看票志甲票线。如果要来评估另外这2个圆环要不要拆除，要先把他们的一个事故率拿出来看。那如果确实有事故率、有事故件数的话，通常再去看一下它的事故的态样，因为有时候可以透过标志标线的改善，来去大幅降低它的事故的一个风险。高工处表示，仁爱的圆环仔甲景福门的圆环仔半径较大，位置是去较着远，而且汽车甲机车拢有分流处理，甲公馆圆环的条件无啥共款，会按照圆环的相关事故冲突的地点，含设计理念重新来看相关的标志甲票线，增加交通安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过来看这个屏东万丹的红豆仔是真有名，不过这一冬就敢若一解收成。最近准备要夜景，这农民是烦恼讲这青豆丁会过来偷食，心血会全部乌有去。佮加上这掠青豆丁的速度根本就拼袂过伊生团的速度，就算加强防治嘛无法度有效来改善，实在是头壳摸咧烧。红豆田的青豆丁数量惊人，有的趴伫田沟，有的走入去田里食红豆的叶仔，互农民真困扰。屏东万丹乡红豆是全国出名，一年敢若一届收成。当年9月下旬，当时夜景的重要时刻，煞常常有青豆丁走来食作物，互因的损失真严重。亲像这位已经80岁的农民，去年因为烦恼红豆好食了，强要是大家拢透中豆摕着果来赶青豆丁。要豆啊，等于遐济啊，中豆去遐济啊，伊迄中豆黄啊解会出来啊。一点外钟哦，有无？一点外钟哦。要你来坐甲想讲真较袂出来，较袂食啊，伊咧怎转来啊？无咧，无要安怎样？大只是哪有人咧掠啊？拢迄细只，迄黏着个大足大只，数量足济吼，足济只啦对啊，足济只对啊。当地民代讲，去年敢若一暗地当掠着200-300只的青豆丁，尤其是水花附近上济。农民讲，就算有网仔甲因阻挡，拍拼孙残甲因掠，青豆丁生团的速度犹原是真惊人。屏东县近年持续在加强绿鬣蜥捕捉移除的力度，113年全年移除42000只，那114年迄今呢，已经移除了74000只。官府表示，对2019年到今，已经掠超过20万只的青豆丁。去年政府开放受过训练的民众会当做伙来掠，有机会提升效率。不过民代提醒讲，今年大约10月就是青豆丁的生产期，官府应该提早应用来减轻农民的负担。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通常农民会甲金蕉的花当作是废弃物直接抌掉，不过其实伊内底有真丰富的营养价值哦。新竹共和国中餐饮科的学生就用金蕉的花来做无共口味的芳，伫咧全国的全地比赛当中摕到第1名的好成绩。甲拄较好的米果用手拿做适合的大小，就当穿坚果甲今日主角金蕉花，拢甲压起嚟，再放入去电烘炉烘15分钟，香港的金蕉花面包出炉啊！是利用香蕉花做成甜的跟咸的。我们咸的部分呢，我们是把它做成像素肉脯；那甜的就是像我手上这一包，我们是拿雄蕊拿去蜜制后制成的蜜花坚果。那再结合我们香蕉皮的加糖发酵液之后呢，制作成我们的3种口味欧式面包。新竹共和高中餐饮科学生进前参加全国高中专题比赛，甲农业废弃物的金蕉花当作主角，做出金蕉花面包。农业废弃物再利用，学生佮专家去研究金蕉花营养成分。深入研究，然后去做一些文献的调查，然后就发现了香蕉花会有很多的营养价值，譬如说膳食纤维啊、维生素，还有花青素等等。我们的作品其实是废材再利用、有环保的概念。然后再加上我们是用纯植物的这个素食，再来我们就是用天然发酵，是零添加，没有加任何东西哦。学生靠金蕉花面包伫全国高中专业专题实作创意比赛，得到全国第1，幕后农业废弃物唔拿再利用，更有新的生命。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
即摆有愈来愈侪外国人学讲台语，有个人是因为介意台湾的文化，嘛有人是因为工课需求。即摆表示讲台语毋若是台湾人的母语，佫开始外国人用来熟悉台湾的重要地址。思我唔离，思我唔离呀。来自日本的宫本正也伫咧公园唱伊上喜意的歌手《文夏的恋歌》，唱甲非常有感情，开口原来袂输台湾人。伊自细汉就真喜意台湾的文化和人情味，身躯穿的衫、底仔拢有满满的台湾味。伫咧大学毕业了后，伊就决定要来台湾生活。今年是伊伫咧台湾的第8冬。大学生的时阵有来过短期留学安尼，差不多3礼拜尔。迄个时阵感觉哇，台湾人就热情呢。原本伊掠准讲，家己已经足了解台湾啊，骑脚踏车环岛才发现，中南部真侪人拢是讲台语的。为着要侵入台湾，伊开始学台语。男子啊，立志他乡为生活，甲你团圆。另外一位是台湾竞赛金钟英，对韩国来到台湾，上喜意唱古巴的歌，就连潮人拢学了解得字。唱歌时拢唱台语歌，我讲奇怪，这条歌唱比我较好，我佫比较含慢。因为潮人潮姆伫咧厝里拢讲台语，伊拢听无，需要靠因某家翻译。为着要含因欢喜的开讲讲笑话，伊也去报名台语课。想要甲因某的真正讲话，所以我学台语。用心啦，吼，为着要讲沟通安尼吼，就会去学台语。这2位外国人拢是台语老师黄耀庭的学生。老师讲，即摆学台语的外国人不哩啊侪，有分2种原因：第一是工课需求，第二是介意台湾的文化来学的。我教过的外国人吼，有韩国人，有日本人，有香港人。较特殊的是，咱即摆看越南、韩国上有路用，当然伊嘛会要来学。目前，香港、日本、韩国的学生普遍拢是因为介意台语来学的。越南的学生主要是因为工课需求，显示出来台语毋但是台湾人的母语，佫较是外国人熟悉台湾重要的地址。记者陈亚轩、王兴忠、曾俊佑台北报道。高雄有一阵查某囡仔成立全台湾头一团女子观众秀，因突破社会对女性的限制，伫庙会找到甲人徛起的位。稍等下7点半，台语台青春咱的梦，做伙来看因是安怎用行动改写传统的定义。开面开半面是女子观众秀上界明显的标志。阮女子观众秀伊会开半面的原因是，一边是要呈现传统的脸谱，另外一面的话就是，互因查囡仔化妆安尼，要呈现讲，阮即阵规定的，就是全部拢是查囡仔咧跳观众秀。开半面就是像表演的性质含体验安尼啦，无正常啦。讲要做啥物科技啊啥，迄是无咧开半面的啊。骹步踏出去，手提发起，伫传统的观念内底，观众秀拢是查甫咧做的。若讲到女性上场，是真恶想象的代志。咱若伫传统的层面来讲，女生来争奖是不被认同的。传统的奖团吼，确实有影有这个女性无适合跳奖的这个规定啦吼。对时代变迁，较早的思考豆豆咧改变。有一阵想要突破限制的少年查某囡仔，加入女子观众秀。因为伫咧大家传统观念内底，就是感觉查某囡仔就是袂当跳奖。我就感觉为虾米袂当跳，我就是想要去试看卖。虽然有的人会讲为虾米查某人会去跳奖。毋过我感觉，我只是咧做我家己介意的代志。伫严肃面谱的背后，是温柔的灵魂。当女子观众秀的骹步踏伫庙埕的，嘛代表较早旧的观念，当慢慢咧更新。这阵查某囡仔用行动拍破性别的限制，毋但挑战传统的禁区，嘛互庙会文化有新的活力。记者综合报道。新闻的最后，做伙来关心各地头的天气。北部地区为26度到35度。
中部地区为25度到34度，南部地区为25度到34度，东部地区为25度到33度，外岛地区为27度到33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稍等下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